嗨，大家好！今天莲花师妹要唱一首自创的歌，是真佛的传人，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开始。东方的国土有一位莲生佛，他的名字叫陆生源，生长在台湾的嘉义县，他就是真佛的传人。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，拥有500多万弟子，写了250多本书，人人敬仰，人人钦佩。师尊，我们爱你，七言师尊常驻世间，不入涅槃常转法轮，弘扬佛法广度众生。师尊不论你到哪里，只要师尊人人快乐 ，We will follow you, We will follow you, We will follow you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